行業競爭太激烈，利潤只會越嚟越薄，員工幫唔到手，咩都要自己做。而家經濟唔好，可以 keep 到現狀已經算唔錯啦。你仲用緊邊度着火救邊度嘅模式啊？好 out 㗎啦，各位！諗下喺你嘅組織入邊，你有冇明確嘅分工？如果有明確嘅分工，你有冇授權？同一時間，你都要諗下，你授權之餘，你係咪真係信任呢？如果冇信任，呢個授權係等於係廢嘅。並且作為一個老闆，作為一個主管，你自己個態度係點嘅呢？你係咪相信係你係絕對有能為力，定係你自己都好頹，覺得無能為力呢？記住，你嘅態度係會影響所有人嘅。大家好，我係 Ason， 我係領袖行動17年前嘅畢業生。我創業12年，主要嘅業務同教育同埋培訓有關。我亦都係香港一個連鎖教育品牌嘅負責人。喺課程裏面，我學到好多同人聯繫同埋溝通嘅能力。好多時候，我哋訂立出嚟嘅目標，並唔係我哋一個人就可以完成嘅，特別嗰啲好重要、好遠大嘅目標。所以我哋要學識點樣同其他人一齊去合作，點樣同唔同嘅人快速咁樣聯繫，有效咁溝通，從而可以完成一個又一個嘅目標。呢個嘅能力對於作為企業管理人嘅我呢，係非常之重要嘅。香港做生意一啲都唔容易，好多嘅中小企其實3年之後都唔再存在。所以我好感恩喺10幾年前遇上領袖行動呢個課程。領導力其實都係一個能力，但凡係能力都能夠被訓練、被提升嘅。所以如果你都有一啲好遠大嘅目標，你都有夢想，你都想提升你嘅領導能力，我誠意向你推薦領袖行動呢個課程。LP 係一套可以複製、講求績效嘅訓練系統。第一，知己知彼，每個人都想俾人明白。當你提升咗你嘅察覺力之後，你甚至幾句說話就可以了解到客戶嘅需求，咁客戶一定揾你買單啦。第二，解鎖你嘅潛能，運用運動心理學嘅基礎，有系統嘅實踐訓練，協助你突破障礙，達成目標，令到人生唔同範疇都可以提升績效，同埋加強你創造結果嘅能力，一步一步咁樣引領住你去達成一個你從來冇諗過你自己可以做到嘅結果。我哋嘅訓練已經有30幾年嘅歷史，我哋擁有10萬多個畢業生，我哋見證住一個又一個奇蹟發生，因為真係好誇張，好多嘅成就。其中一個我記得係一個迪士尼全職舞蹈員，佢成為一個香港上市公司嘅執行董事。另外一個係由 Top Sales 變成一個老闆嘅時候，欠債2500萬，但係今時今日佢成為香港首屈一指嘅手機配件供應商，係真係好多好誇張嘅成就㗎。你仲猶豫啲咩啊？人生有幾多次機會可以俾你重新嚟過？快啲 click 入去呢一個連結，揾我哋嘅專業人士俾你專業嘅指導電話。我哋依家淨係開放100個名額，先到先得。